看啊，以色列的子民，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居住在黑暗的世界的时代，有光要照在他的身上，弥赛亚的应许就要实现。行在黑暗中的百姓，上帝的光要照他。在那些日子，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宣讲：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这人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在旷野月有声音呼喊着：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感谢你应允我们一个弥赛亚，也请你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可以脱离黑暗和魔鬼的诱惑，也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，除去我们的血气和不完美的性情。愿主耶稣重新掌权，成为我们每个人和教会的头，接受主基督成为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持续期待。信心、喜乐和盼望来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再来。祷告靠主耶稣